大家好，我係楊宗瑜，又到我哋數風水人物還看今集嘅節目啦。咁啊，今日我哋講嘅風水人物呢，係滿清入關之後呢第三位皇帝啊，就雍正皇帝。包埋呢佢嗰個風水地啊，萬年吉地呢，就係叫清西陵啊。咁佢本身呢，就係清西陵一部分啦啊，即係最早葬喺清西陵呢，係佢個墳就係泰陵。點解同佢呢個風水人物啊加埋呢個地方咧有連接關係咧嚇？其實入關之後咧，就第一位皇帝就順治啦，第二位皇帝咧就係康熙啦嚇。咁雍正就第三位啦嚇。咁其實之前嗰兩位咧都係葬喺清東陵嘅。咁點解咧雍正就會將佢個自己嗰個皇陵咧搬去另外一笪咧？其實最主要咧即係風水原因啦嚇。好啦，咁就關於雍正皇帝呢個人本身咁喺野史方面咧，大家都聽過啦話佢係一個比較大奸大惡嘅一個皇帝啊。咁啊，當然啦，佢鐵腕統治之下咧咁就好多政策執行得比較決斷啲啦嚇。咁另外咧一啲反清復明嘅一啲人士好似話呂四娘都要刺殺佢一大堆嘅小説題材都有講嘅。咁其實真正嘅雍正皇帝係點嘅咧？咁其實咧佢本身咧都好勤力嘅一個皇帝嚟㗎嚇。咁我哋開始咧就講一講呢個雍正皇帝嘅生平，包埋咧佢自己搬遷自己嘅皇陵啦，去清西陵咧一個過程。咁雍正皇帝咧就生喺1678年咁佢個名咧叫仁真咁姓氏咧就愛新覺羅啦咁佢另外咧就有個法號嘅喎佢本身咧都係信佛嘅啦因為清朝好多皇帝咧信呢個密宗西藏嘅密宗。咁法號叫破塵居士咁另外一個咧就圓明居士。咁佢在位咧就13年咁由1722年開始咧去到1735年即係佢過身嗰個。咁死嗰陣時咧就58歲。好啦，咁講翻佢出世咧就係1678年啦咁康熙嘅17年。咁佢喺紫禁城裏邊出世咁當然啦，如果係講陽宅咧咁純粹就係針對個紫禁城嚟講啦咁你嚟緊咧，我哋都會講下紫禁城。咁但係咧就會喺另外一個風水主人翁身上啦咁暫時咧我哋雍正皇帝講嘅風水咧就最主要就係集中喺佢個清西陵嗰度。好啦，咁雍正皇帝咧其實係康熙帝第四個仔。佢個生母咧叫烏雅氏，佢個母親咧都封翻為皇后啦，就孝恭仁皇后。喺皇家裏邊咧，咁好論輩分嘅咁有嫡同埋庶噶。咁喺康熙之中咧，唯一一個可以長大嘅一個嫡子咧就係二阿哥咁胤禩。咁但係呢個胤禩咧，其實就係驕橫跋扈嘅喎其實咧就好暴戾嘅。康熙咧其實就睇唔順眼好耐噶啦本來咧呢個嫡子二阿哥咧就係一個皇太子咧，卒之咧都要廢咗佢。咁喺廢太子嘅過程裏邊咧反而咧呢個胤禛雍正咧就為呢個太子求情嘅噃，試過。咁但係都不得要領啦咁就始終咧康熙咧都決定咗咧都要廢咗呢個二阿哥呢個太子。咁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所有嘅庶子咧就開始爭奪皇太子嘅之位啦。咁但係過咗一年咧，咁康熙咧好似都冇乜第二個人選啦咁始終咧都要恢復翻呢個太子胤禩咧個太子之位。好啦，咁喺康熙51年咧就1712年即係過多大約3年咧，始終咧呢個太子咧胤禩咧都係唔聽話仲要係結黨好急於咧去繼位喎。咁所以咧康熙迫不得已咧都要再廢多呢個太子一次啦。咁呢個太子咧兩度被廢之後咧，最終咧胤禛咧即係雍正咧，卒之都唔幫佢求情啦就覺得呢個太子咧都冇乜機會再復位噶啦。咁謀劃翻咧就自己嘅勢力啦咁司機咧就會唔會自己可以做咧咁結果咧就形成咗兩邊嘅派啦胤禛呢個咧就以佢而家係第四即係四爺黨啦。另外對立嘅咧就係八爺黨啦。呢個胤旨咧就屬於八王爺。咁呢個叫八爺黨。咁佢自己就唔想做皇帝喎，佢就推舉咧就14阿哥
人提一個四太子黨啦，胤禛啦，對呢個十四阿哥人提。1722年咧，康熙咧就病故啦，個皇位又俾咗邊個咧？咁啊，當然咧就俾咗雍正啦，就四阿哥就胤禛啦，康熙咧就覺得呢個胤禛咧比較咧處事決斷咁，而且咧亦都好勤力最後咧頒咗遺詔，就俾呢個四阿哥胤禛咧就接替呢個皇位啦。咁啊，當然咧野史有講啦其實呢個遺詔咧有篡改過嘅應該咧就俾十四阿哥嘅，咁後尾就改咗於四阿哥。咁啊，當然啦，如果真真正正嘅皇家遺詔點會咁求其純粹講個 number 咧咁啊一定會有姓名噶啦，係嘛？起碼愛新覺羅胤禛或者愛新覺羅人提啦咁嗰啲字，咁你要慢慢改啦。咁啊加埋咧，咁啊一個咁嘅遺詔嘅文字咧就唔淨止係中文嘅喎，又有蒙古文又有滿文嘅喎咁你改得一個又改唔到另外啲喎。咁所以咧呢啲都係野史所作嘅啫真真正正咧，其實雍正咧係受遺詔正正式式咧係由康熙咧去點名繼任嘅。咁啊，雍正帝咧，佢個施政咧就好果敢嘅手段咧亦都好鐵腕嘅施政做嘢咧亦都好勤力啦大家都聽過啦，雍正做嘢咧即係唔講得少嘅咁佢起床咧差唔多係人事即係話3點至5點就起床噶啦起床咧佢就唔係食嘢噶喎開始咧就讀書先因為咧做清朝嘅皇帝咧，其實都好辛苦嘅咁又要學西洋嘅科學啦，又要學漢文啦咁差唔多咧幾多嘢學㗎。咁直至去到辰時，即係7點去到9點咧，先開始食第一餐飯咁佢食飯嗰陣時候咧睇翻歷史咧，就佢唔出聲嘅佢望一望邊個餸咧個太監咧就會幫佢夾。咁但係咧夾得一次，再夾第二次、第三次就唔會再夾啦，因為如果咁樣講法咧，即係話佢會好中意食呢碟嘢，咁啊好大機會咧就俾人下毒㗎咁所以咧做皇帝咧即係冇乜自由頂籠好食嘅嘢都係食2啖嘅啫。自是啦，就9點去11點咧就上朝咯喎。喺雍正裏邊咧就日日都要上朝嘅佢做咗13年皇帝咧，就13年如一日。都冇請過假全部咧都要翻工上朝。咁其實咧按大清律例咧，就應該係10日先開一朝嘅啫。咁天天翻咁做佢嘅臣子都辛苦啦。咁去到午時，即係中午啦，就11點去到1點呢段時間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啦。雍正咧都可能瞌一瞌啦。咁去到未時咧，即係1點去到3點咧就可以開始食飯啦，食中午飯。滿清嘅宮廷咧就只食2餐嘅啫即係幾健康喎。夜晚唔食飯即係1點至3點嗰段時間咧就食多一餐咧就唔食噶啦。咁食咗飯之後咧就應該又休息噶啦可以咧自由活動啦。咁但係以雍正咁勤力嘅，梗係加班啦因為佢啲奏摺咧就嚇死人差唔多佢批過咁多嘅奏摺4萬多件，佢每一日嚟睇嘅奏摺咧都會睇100幾件嘅奏摺噶咁如果去到夜晚，正常嚟講8點鐘就瞓覺嘅。咁但係對雍正嚟講咧邊度會咁早瞓啦咁可能咧瞌一瞌。咁但係問題咧，凌晨12點咧，原來又開工㗎喎。呢個半夜3更開工點解咧？因為有個軍機處即係呢個就係內務會議啦揾啲軍機大臣咧就一齊開會。咁裏邊嗰啲就非常之秘密嘅一般其他人等咧都唔可以參與。差唔多半夜開到差唔多可能1點啦如果正常嘅話，3點又要起床，即係可能又瞓2個鐘。如果有多事情嘅話咧，根本咧嗰日都唔使瞓㗎啦。好啦，咁佢咁勤力就做咗啲咩嘢咧？咁喺雍正即位嗰陣時候咧，咁喺內政嗰邊咧，佢以鐵腕嘅統治啦咁當然咧就鎮壓反清嘅思想啦咁所以咧喺野史嗰方面咧佢會唔會得罪咁多人咧，就寫衰咗佢啦咁另外咧就立咗呢個立儲嘅制度啦之前咧都有咁多個王子嘅爭位啦咁其實咧佢一早咧就應該立儲即係寫明
我要傳位俾邊個。咁啊之後咧，呢啲咁嘅王子嘅爭奪嘅情況就少咗啦。用呢啲正統嘅思想啊，唔淨止教化佢自己嘅皇族啊，亦都係教化啦嗰啲子民啊。咁但係問題咧都要清除翻啲異己啊。之前咧又有八王爺黨啦，係咪有九阿哥啦嚇，14阿哥啦嚇。咁結果咧就將八阿哥同九阿哥咧就軟禁咗嚇。咁一度咧咁當然咧佢冇殺到佢嚇，咁就係韞住佢嚇，咁一度去到死為止嘅。之前咧嗰啲少數民族咧，好多係土司咧就統治嘅，即係每一個地方咧就啲少數民族咧就有一個叫土司即係一個山寨王啦咁去統治嗰個地方。咁其實之前都有講㗎即係唔淨止清朝嘅，之前咧都有講就係將呢啲咁嘅土司制度咧就改啊，又由中央定某一個時間咧就調任一啲官員落去就去管理呢啲少數民族。呢個叫改土歸流流水嘅官制意思係咁啊。好啦，咁打擊貪污啦最緊要咧攞翻所謂貪污啲錢翻嚟啦。其中咧年羹堯呢個大官咧都會俾佢定罪賜死嘅喺雍正開始咧就廢除之前一路落嚟咧叫丁稅即係每一個人頭咧就要交稅。咁如果你冇田嘅，有人頭計嘅都要交稅。呢個攤丁入畝咧，即係話咧你有田佢先要納稅咁就將嗰啲人丁稅咧就歸咗落去呢度咁其實咧就減免咗咧一啲貧苦如果冇田產嘅人咧啲稅項嘅，呢個係唔錯咁但係咧又加咗另外一啲稅火耗歸公喎呢火耗歸公咧就係呢納稅嗰陣時包括你俾啲糧食啦或者你俾啲銀兩嗰陣時候咧有啲耗損，譬如運貨嗰陣時嗰啲運費或者你練一啲錢幣嗰陣時候一啲火耗佢都計埋落去要照計你都要照俾個火耗啦。我淨係收純銀嘅啫其他火耗嗰啲咧就唔關我事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增加咗咧大清嘅國庫嘅咁康熙嗰陣時候咧，即係佢父親嗰陣時候咧，個國庫咧都有5000餘萬兩嘅。咁去到佢嗰陣時咧，就增加到6000萬兩啦。咁一路去到佢過身，即係話去到乾隆嘅初期咧即係佢為佢攞噶啦，即係為佢留低嘅咧，都去到8000萬兩咁所以咧呢個勤力就有回報嘅咁大清嘅國庫就賺多咗啦。咁關於對外嘅咧，同俄國嘅談判啦就定咗咧蒙古邊度係邊界啦咁另外咧就平定咗青海西藏呢啲比較大嘅外族啦，派駐咗啲大臣喺度加強咗啲管控，同俄國咧就簽訂咗啲條約咁就劃定咗中俄嘅邊界，相對咧就穩定，就同準國爾呢個汗國咧啲戰爭咧都係有持續嘅大約而家哈薩克新疆一帶嘅地方咁呢個準國爾咧去到乾隆咧，最後咧就滅咗佢噶啦。清朝嘅版圖咧就去到乾隆咧就最鼎盛嘅差唔多咧，除咗蒙古之外清朝嘅版圖咧，按中國咁耐嘅歷史嚟講咧，差唔多係最大嘅。佢個阿爸咧就康熙帝咧在位咧就61年喎，死嗰陣時咧就69歲。咁佢自己咧就在位13年，死嗰陣時咧就58歲時間短短死就死得早做嘢多。咁佢個仔咧乾隆咧就仲犀利啦咁在位60年，死嗰陣時候咧就89歲。老豆耕田咧就仔享福好啦，經過一番嘅辛勞穩定咗整個大清國勢創下咗雍乾盛世。去到1730年，咁當其時雍正就52歲啦，咁開始咧都為自己謀劃咧見呢個陵寢啦可能睇翻自己嘅身體都開始差差地啦。咁結果咧過多5年1735年咧喺雍正嘅13年即係在位13年咧，喺8月22日咧，圓明園咧就駕崩啦。咁享年咧就58歲。咁佢個仔咧弘曆即係乾隆皇咧就繼位。咁關於清西陵咧，其實就係滿清入
中原啊入關之後咧，就第二個皇陵。咁最早嘅皇陵入關之後嗰個咧就係叫清東陵啦。咁啊，包括順治帝啦、康熙咧，都係葬喺東陵。咁點解雍正會葬喺清西陵咧？咁有啲講法咧就係話佢德位不正又唔想同阿爸擺埋一齊，咁所以另立一個地方。其實最主要原因都係為咗風水啦咁通常我哋講咧一笪大地咧通常個月咧就可能都係一兩個位啦咁你之前清東陵可能都葬咗順治啦康熙啦，咁係咪仲有靚嘅位置咧？咁未必啦。咁雍正咧就遣派咗咧一位親王二親王允祥同埋一個總督高其卓，就去開始揾呢個新嘅地方作為咧佢自己嘅陵墓啦。關於個高其卓咧，風水嘅高手嚟嘅，咁卒之咧就喺河北省嘅易縣呢個地方咧就揾到一個龍穴沙水咧，無尾不收形勢理氣，備承諸吉，仰尖巍峨，兆萬世無疆之憂即係話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經雍正咧睇過呢個咁嘅奏摺之後咧，都認為呢個係萬年吉地喎。因為本身咧你阿爺同父親咧都葬喺清東陵咧，咁點解你會搬開咧？雍正咧就問嗰啲大臣之前嘅一啲例子父子唔擺埋一齊嘅，咁梗係有啦。大臣們咁醒嘅，點都揾到一啲歷史引經據典咧。佢就話咧夏禹嗰陣時咧就葬喺浙江嘅會稽嘅，但係佢個仔咧阿啟咧就葬咗喺山西嘅夏縣喎，相距咧幾千里都得㗎喎。咁另外咧阿商湯就葬咗喺河南嘅偃師咧，咁佢嘅子孫咧太甲咧都葬咗喺山東咁遠咁所以咧呢啲就冇問題嘅。雍正咧就安心啦。咁乾隆皇咧免卻日後嗰啲子孫再去揾陵啦，或者係葬喺邊度頭痛啦咁就規定啦，父子就唔會擺埋一齊啦。咁譬如話今次咧雍正就葬喺清西陵，乾隆咧就會去翻清東陵啦。嘉慶咧就會葬翻清西陵，如是者咧兩邊咁樣父子咧就分開兩笪地方。清東陵咧一共咧就葬咗5位皇帝嘅，咁包括之前最早嘅順治康熙咧，之後啦乾隆就葬咗入去清東陵啦。另外咸豐、同治慈禧太后同埋其他嘅佢哋嗰啲皇后妃嬪王子公主咁就喺呢個清東陵。咁關於個清西陵咧，第一個葬落去就雍正啦佢嗰個陵墓咧叫泰陵啦。咁之後咧就係嘉慶道光光緒咧呢4個皇帝同埋嗰啲妃嬪皇子太子就葬咗喺清西陵。咁關於清西陵咧，就頭先講過咧，就喺河北省嘅易縣啦。其實佢主要嘅龍脈咧，其實就喺太行山。太行山咧就屬於之前我哋有提過啦我哋中國有3條幹龍嘛，一條係中幹龍，青海西藏一路去到山東嘅。兩邊咧就有條河黃河同埋長江夾住呢條中幹龍。太行山咧其實就屬於北幹龍啦，黃河以北嘅地方，亦都係發源於喺青海西藏一帶啦。繞住黃河以北經過蒙古啦山西啦一路咧入嚟咧河北呢啲地方嘅。咁佢太行山落脈，咁一路去到易縣呢個位置起一個山叫永陵山呢個永陵山咧就係泰陵一個少祖山嚟嘅。高咧就1000米咁高啦。其實啲山形咧，其實就係大煞嘅，好多好似剝落咁打斜咁樣。其實咧呢啲咁嘅所謂叫大煞嘅山形，咁當然咧呢啲煞氣咧要去到你入穴，你自己嘅父母山咧，你一定要化亂啲咁嘅火曜嘅山體，一路化到落嚟清西陵之後，又變成一啲武曲兼貪狼。一啲會叉開兩腳成一個武曲，所謂一個鉗穴咧，亦都會有有少少尖峰咁樣
落到落嚟咧就結穴嘅地方。咁由一啲岩巉嘅山勢大殺嘅山勢咧，一路去到我哋行過咧清西陵啲後龍咧，佢嗰啲山已經係剝換到咧沙土咧就開始咧變得好幼細啦。咁即係啲煞氣已經係所謂叫化亂咗啦。而且咧佢後龍咧支支咧就開大脹嘅，好似啲蜈蚣咁一條一條咁樣好多隻腳伸出嚟。呢啲所謂叫大脹就係、其實就係所謂叫呢啲貴氣啦，莊嚴肅穆咁樣一路行，咁行到去結穴嘅地方，咁後邊咧起起伏伏所謂叫隱乘缺脊咧，呢啲其實就同貪狼嘅行龍姿勢咧就好接近噶啦。玄貪嘅前邊咧就做一個無重嘅正脈就結咗太陵之外咧分別咧佢左右都有唔同嘅龍脈啦。咁當然咧呢啲就係所謂隨從嘅脈啦咁亦都叫矜貴後邊都好多象開到好多象好多支爪咁就。點解其他仲有4位皇帝亦都撞咗喺呢啲咁嘅龍脈嗰邊？咁始終咧都唔夠太陵中間嗰個所謂叫做主幹龍脈咧咁矜貴。咁太陵佢個坐向咧，其實就坐北向南嘅。咁如果喺風水上邊咧佢就唔係正南所謂叫做坐壬向丙，就兼咗子午，我哋叫兼向睇翻呢啲歷史資料咧雍正死咧就係雍正13年咧，就1735年啦。但係嗰陣時太陵都未起好咁一路等到咧就係去到1737年咧嘅3月初二咧，佢先正式雍正咧就葬入呢個太陵當其時咧就係三運嘅丁巳年。睇翻呢盤數咧三運嘅坐壬向丙兼子午嘅數咧向手咧其實係一個4-3數。即係下一個運嘅4運係應該係當旺喺佢個巽宮咧，眾河匯聚嘅一個水口咁呢個咧就得到城門之力，所以三運咧其實就亦都唔錯。咁當然咧最鼎盛就係4運咧，就當其時咧就係乾隆咧就已經係一個康乾盛世嘅一個頂端，而且咧喺人丁方面咧睇落去咧乾隆咧有高壽89歲。即係雍正嘅孫嘉慶咧都有61歲，咁佢嘅曾孫道光咧都有69歲。其實呢啲咧即係同佢個祖墳，即係如果而家計雍正嘅太陵咧都非常有關係啦。咁去到5運6運嘅話咧都會差啲嘅。咁當其時就係已經係去到乾隆嘅末年㗎啦，但係錢咧亦都使到好多喎即係話由雍正交俾乾隆咧有8000萬兩。咁多年嘅征戰喺乾隆嗰度咧，都使得七七八八咯。咁仲要好多貪官其中咧喺乾隆裏邊嘅貪官咧，阿和珅咧都貪咗8億萬兩。咁過咗6運之後咧，就到7運啦。乾隆嘅盛世就告終啦，開始走下坡啦。反清嘅鬥爭啦，有啲白蓮教天地會開始咧就起嚟啦。咁喺8運咧去到。咁喺道光咧，其實就翻轉頭又好翻少少，有個中興嘅時間。9運嗰陣時候咧，就太陵咧就開始咧就入囚噶啦，就唔得啦。咁喺道光咧去到最尾嗰段時間咧就昏庸啦。咁喺道光嘅20年咧，就1840年咧就發生鴉片戰爭。咁交9運咧就太陵嘅運氣就告終啦。整個國運開始都走下坡，由雍正入葬。呢個太陵之後咧，咁一路去到滿清最後一位皇帝即係溥儀宣統皇帝退位1911年咧，咁呢段時間咧175年我哋元空數都有呢個大三元運，咁即係話3個60年，即係180年佢氣數咧係好接近，去到呢個太陵行晒180年嘅三元大運之後咧。整個滿清咧就結束咗啦。好啦，我哋講到呢個風水人物雍正皇帝同埋佢下葬嘅一個太陵嘅風水，同埋包括佢中間一啲歷史同埋一啲風水嘅資料咧，我哋講解到呢度為止啦。咁喜歡呢啲朋友咧就可以點讚啦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喎。我哋會定期咧都會出一啲新嘅風水人物，加埋一啲風水地點俾大家分享，
喜歡嘅記得點讚啊，同埋分享俾朋友。好，多謝大家啊，拜拜。